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认识过我这样。其实这张专辑的改变，我觉得还蛮大的，就是尤其在形象这件事情上面。以前我穿的破破烂烂的啊，就是可能穿个拖鞋、短裤就出来到成品表演这样，然后很随性的，很那个，对啊，就我觉得很自我自在这样。但其实有些朋友可能很喜欢的，但不见得其他的朋友也会喜欢，因为他可能把我当作路人，不把我当偶像的。那为什么还要朝偶像这个方向前进？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过原住民的歌，然后可是他们没有那么认识，这样可能也没什么兴趣想要认识。但是会喜欢原住民的还是很喜欢原住民，可能就是永远就是像你们这一群这么可爱单纯这样，可能就很喜欢，就是很喜欢参与这样子。但是那群人不会因此而变多，我觉得没有变得比较多，所以我想要尝试试试看，有没有可能，如果把自己装扮的帅帅的那样，就是减个肥啊，身材练好啊，然后晒个太阳，阳光男孩，然后再抓个头发很帅，然后旁边经过的人啊，本来他没有很喜欢原住民的，可是那个鱼角眼光看到帅哥在旁边唱歌的时候，他可能就停下脚步了，他可能没有，他可能就有帅哥在唱歌的，有乍看起来像韦礼安，角度这样侧面45度，然后不要讲话，然后不讲话的时候很像这样或许就会吸引到另外一不一样的一群人，也愿意停下脚步然后来听。那我觉得他等于是把一个以上可以认识原住民音乐的门拉开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那我就试试看。当然有些朋友就很压抑哇，生命变得好不一样。我练习啊，很累很辛苦，你知道吗？已经有文化包袱了，又有偶像包袱。但这都是一种操练哦，我觉得都是一种练习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会听原住民音乐的，可能这群人很宝贝，但是原住民歌手这么少，是因为可能真的在现实面，这群人能付出的、买唱片的、买演唱会的、能争起来的原住民歌手就是这么少，所以永远都没有人听得到原住民的音乐。开创一个新的视野吧，然后也希望说，也把这个不要一直跟那个陈建年跟纪晓君抢市场，然后还要替更多的后辈，愿意来投入原住民音乐的这些后辈，开创更新的、更多的听众群。我觉得这个市场这样的市场机制，可能才可以养得起这群人，然后这群人才有足够的资源。像我一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这张专辑也是靠前面第一张专辑打下的一些基础，所以专辑的形象啊跟行销，我觉得有一群朋友他们很辛苦帮我去做这些事情，但初衷没有变，那还是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也习惯听一下原住民的语言来唱歌这件事情，听不懂没关系，就当作听法文。Hayya na hayye, hayya o hayya, hayyo hoan, hayya na yo ye. O hayya na hayye, hayya o hayya, hayyo hoan, hayya na yo ye. Mangorai sakalahara, minanay do sagadayara. Yuru makadu gagui, mitirpi tui kungkuan.
朝いつ探しだHidai tu kakui Bisa baru muncul aku Sapi kali jauh tu damina Yo mata ya itamina Dia senduku niaro Taramara ya mifudi Oh akaya Marulai bifudingan Ma'ara asamaan Sakarung baba di kamaro Marulai bifudingan Ma'ara asamaan Sakarung baba di kamaro Oh akayana kayen Oh hayo akayan ayo ayana yo Oh akayana kayen Oh hayo kayen ayo ayana yo Ayo,